呢啲咁嘅天氣唔食雞煲，浪費晒啦！半個鐘之前呢隻雞仲係生勾勾喎。廣東人對於新鮮嘅定義係用分鐘嚟計算㗎。Encore冇得拖，降溫啊降溫啊！廣東人對於降溫最大嘅尊重就係嚟一煲雞煲啊！而家我哋就出發 ，Let's go！ 到步，哇，仲要排隊添今日。嗨，老闆娘。什麼雞？現殺的清遠雞是吧？清遠是吧？殺要殺多久啊？很快的，幾分鐘。幾分鐘，然後再要個西洋菜，要個華豐。今日啲風真係大到啊！炭爐雞煲正啊！翻個湯底係五指無糖啊！半個鐘之前呢隻雞仲係生勾勾喎。廣東人對於新鮮嘅定義係用分鐘嚟計算㗎。食雞煲啊，點少得呢個必備嘅薑蓉，配辣椒豉油啊，慢慢嘆佢，慢慢浸佢，浸完之後第一個俾你哋食先啦。隻清遠雞食落去咧，個雞皮超級脆，而且啲雞香味同埋佢滲住嗰種新鮮嘅嗰種雞味咧，超級嫩滑，冇得頂啊！呢一間我覺得已經係響老城區入邊算係做雞煲數一數二嘅店。你食雞煲點可以唔中間攞呢碗靚嘅五指毛肚湯暖下胃啊？西洋菜例牌嚟㗎啦！最後一包華豐代表住呢場戰鬥結束啦！其實廣東人咧唔係驚凍，係只不過廣東人好想體會下冬天食完啲熱嘢暖粒粒返屋企嘅嗰種感覺啫。所以難得今日起風，雞煲點可以錯過啊？呢次真冇甩拖啦，下次再會。